澳廣視中文頻道新聞及資訊節目部總監以書面回應電視中文新聞部記者陳麗靜被提起內部紀律程序嘅事件。回應中講及提起程序嘅過程，包括電視中文新聞總編輯羅崇文曾經接到道教法師聯誼會秘書長徐德明嘅電話投訴，指陳麗靜未知會徐德明將電話錄音內容剪輯成新聞報導。新聞總監譚啟雄認為行為涉及專業操守，已經即時告誡。澳廣視經過聽取法律顧問嘅意見之後，認為行為有可能構成刑事罪，決定展開內部紀律程序。回應中亦都披露陳麗靜被採取防範性停職嘅原因，係因為法律顧問喺調查中發現陳麗靜曾經透露佢同羅崇文以及譚啟雄嘅內部工作會議談話，並且將錄音檔案上載至到澳廣視中央電腦處理器入邊。法律顧問建議針對呢一項不當行為採取防範性停職。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麗玲報道。